这是咱教会上大的一个恩典。咱若有人会当唱歌，用乐器，咱嘛有无共款的服侍，伫教会中做伙伫遮敬拜，也有每一个兄弟姊妹热心伫遮敬虔参与伫每一场的礼拜。所以透过今早起时的音乐，也透过早起时咱伫遮做伙敬拜，也将一切荣光来归乎咱的上帝。所以咱即时嘛要搁一摆来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搁较认捌咱的上主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进前，咱搁一摆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早起时会当来亲近你，会当来朝见你。透过阮分别阮的时间，透过阮奉献阮的才能，奉献阮一切来回应着主你的恩典，求主你帮赞。透过阮今仔早起时礼拜的时间，透过阮伫遮听你话语的时间，搁一摆互阮的性命得到帮赞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成长。求你也透过你的话，搁一摆互阮看见着你圣经内面的亮光，也帮助阮，互阮伫即时通安静阮的内心，专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注神伫你的话语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日牧师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礼拜的这个系列。牧师伫前几届的分享中，有和大家做伙透过圣经的话语，咱来了解为虾米咱每一个主日，咱拢爱伫遮来礼拜敬拜咱的上帝。每一个主日，咱伫遮敬拜，伫遮学乐，伫遮祈祷，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但是，搁较重要，伫规场礼拜时，牧师伫这个系列的头一讲，牧师就讲，伫这个敬拜的中心，也是伫这个礼拜的中心，上重要的，就是有上帝的话，伫咱每一届聚会当中。所以，咱爱了解，伫咱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组织，无论是伫主日的礼拜，也是当咱有机会小组团契的时阵，咱拢爱非常清楚，是爱有上主的话语做重心。所以，牧师今仔要搁一摆和咱来分享，透过上帝话语的大能，透过每一届咱伫遮主日的时，透过上帝的话来互咱得到帮赞，也互咱透过上帝的话语找到人生的方向。拄仔牧师有讲到，其实伫咱的礼拜的中心，其实拢充满着上帝的话语。当咱看咱的周报，咱就会发现，咱周报其实，特别是伫第一堂礼拜，咱就非常清楚，咱有3个无共款的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当咱到底要读圣经进前，咱的第一部分，咱拢叫做静候上帝的话，也是讲听候上帝的话。然后，咱就到底即马礼拜的这个部分，叫做享受上帝的话。然后，当咱的讲道结束，唱回应诗要奉献的时，到最后有应答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看见对礼拜一开始到伫礼拜要结束的时，拢不断伫一个中心的内面，就是伫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搁较爱清楚明白，咱每一届来主日的时，每一届参与聚会的时，咱就爱将上帝的话放伫中心。伫过去宗教改革的时代，当时的人为着要宗教改革，因为伊面对罗马天主教的腐败，罗马天主教迄个时阵，因将权力全部拢掠伫迄个较有权势的人的手中，拢掠伫遐教皇的手中。然后因定非常侪的规则，或者原本的信徒可能感受到非常大的压迫，互因伫因的信仰内面无法度通自由，会当来真实认捌着因的信仰。所以伫宗教改革的迄个时代，遮的宗教改革的人，因就开始咧思考，要安怎搁一摆，互遮的信徒会当真实转到伫上帝话语中，会当真实找到信仰。所以因伫迄个时阵，因就提出有5个独一的代志，唯独的代志。第一个，因就讲，
伫信仰内面唯独圣经。第二项代志是唯独信心。第三项代志是唯独恩典。第四项代志是唯独耶稣基督。最后一项因讲是唯独上帝的荣耀。因提出这5项，代表因面对过去迄个罗马天主教的腐败，面对过去因伫信仰中的迄个压迫、无自由，因提出一个新的看法，提出一个新的道路，互人看见，伫这个真实的信仰内面，应该什么才是独一的，什么才是重要的。特别伫咱介吉宗，伫咱这个教会内面，咱看见。特别伫唯独圣经内面表示，就是圣经是咱信仰中上重要，而且是上悬的一个权威。所以加尔文这个非常重要的解决者，伊就讲，伊讲礼拜的中心就是爱传扬上帝的话语，互人透过礼拜会当明白上帝的教示。牧师拄一开始讲，礼拜是用上帝做中心，所以咱看见有3个部分，有听候上帝的话。享受上帝的话，应答上帝的话，但是咱知每一个部分拢是上帝在对咱讲话，每一个部分拢是上帝在对咱讲话。无论咱透过咱的祈祷，透过咱的读经，透过咱的启应，透过咱的奉献，透过圣歌队因的娱乐，透过咱每一个礼拜的听词，其实拢是上帝对咱讲话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来礼拜，咱就爱好好啊思考，嘛好好来领受。伫今日的礼拜中，我敢有领受到上帝的话语？我敢有伫礼拜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听词内面，看见上帝在对我讲话？所以，加尔文主张讲，一场礼拜、一场敬拜，上重要的就是找到上帝的话语，去了解上帝话语的大能，了解上帝话语要对你生命的提醒。了解上帝话语对你生命的改变，这是咱每一届聚会、每一届组织、每一届伫遮礼拜上重要的意义。所以，伫罗马书第10章17节，保罗安尼讲，伊讲相信是对听来的，听是对耶稣基督的话来的。当咱相信，咱为什么会相信？一定有人甲你讲嘛，你无可能忽然间就相信。也是你忽然间了解啊，一定是有人甲你讲，也是你有听到，有人可能甲你分享，有人可能甲你讲，你听到啊，你相信。但是这个甲你讲的，互你听到的，伊为什么会当讲？是因为伊嘛非常了解耶稣基督的话，伊非常了解圣经的教导，什么是真理。所以当咱伫遮听的时，当咱伫遮相信的时，咱来了解源头对来。这个上帝话语的大能，上帝话语的源头是对来，所以互咱搁一届思考，透过今日的信息，也透过今日礼拜，互上帝话语搁一届感动咱的内心，互上帝话语搁一届伫咱的生命中产生伊大的快乐。咱今有2段的经文，第一段经文，咱看到伫这个以斯拉第7章。记载一个故事。过去迄个时代，以色列人互人收掠到伫远远的所在，到伫巴比伦远远的所在。但是上帝施恩保守因，互因会当转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。因有3届会当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机会，其中有一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咱今所看到的这圣经的一个人物叫以斯列。伊原本是伫王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但是伊愿意放弃伫迄个王宫会当享受的机会，伊选择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，和伊的遮的民族、和遮的百姓的人做伙生活。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爱做，就是教导遮以色列人，帮助遮以色列人重新找到上帝的话语。过去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受掠？为什么拄到遐大的困难、遐大的征战？就是因未记得上帝话语，爱藏伫因的内心，爱藏伫因生命的中心。咱拄仔所读的启应文《申命记》第6章，咱拄仔有读到，伊讲爱将迄个话藏伫心中，无论坐咧，也是咧行路，拢爱自信的爱记咧，爱随时暗念，爱伫手做记号。爱伫头壳，爱伫
这头壳做提醒。但是迄个以色列人过了几六代，过了非常久的时间，因却袂记哩这项代志，直到因受到非常大的压迫，直到因的规个民族受到真大的征战。所以意思啦，这个时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等到伊的百姓，等到这个民族中，甲因搁一届提醒讲，应该爱等到伫上帝话语，互因搁一届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。其实因会当等到伫以色列，等到以色列人等到伫耶路撒冷，已经是经历着上帝的大能啊，经历着上帝话语的大能啊。因为上帝过去透过先知甲因应允讲要互因转去，但是即马确实发生啊。但是以色列认为透过上帝互伊的感动，伊认为应该爱互以色列人真正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因的心中，放伫因生命的中心。虽然拄仔所读的经文，咱看见即个以色列。我特别用无共款的色，互咱来看。伊一生专心，咱看见伊是一生专心。伊伫伊阁有活命的时，当伊生命有喘气的时，伊一生拢专心伫研究、实行、教导。咱看见伊的生命，伊将真实将伊的将上帝话语放伫伊的生命。伊是一生专心不变，就将这项代志放伫伊的心中。这互咱一个足大的提醒。咱敢有一生将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中？咱敢有专心不变将上帝话语放伫咱的心中？咱敢有不断研究、实行，甚至用咱的生命甲别人分享上帝话语的快乐？当以色列伊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当伊转到伫迄个所在，伫一段的经文，咱今仔无读到的，是伫伊转到伫耶路撒冷，伊就带遮的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伊才个将因组织做伙，然后伊将一切会当听明白的全部的人拢带到伫水门。迄个快的所在，然后以色列为早起，一直讲到下晡，一直讲上帝话语。然后伫迄个所在，全部会当了解、会当听的人，因拢非常注心的听，因拢非常注心的听。然后经文安尼讲，当以色列拍开圣经的时，当上帝话语伫遮百姓的面前的时，全部的百姓就徛起来，注心听上帝的话。咱看见，当即个以色列人因搁一届找着上帝话语的时，因是偌尔啊宝贵，偌尔啊带着一个敬畏的心。这段经文后壁继续描写，当这个以色列人听到上帝话语的时，因流目屎，因为因感动啊。但是以色列甲因讲，毋通只有伫遮流目屎，爱将听到的，爱将恁伫遮领受的喜乐带转去恁的厝，分享互其他的人。所以，咱看见以色列伫迄个所在，伊帮赞遮以色列人，搁一届明白上帝话语的大能。而当遮以色列人听到的时，内心感动，真正是蒙着因的心。所以，今透过第一段的经文，以色列圣经对的描写，嘛，互咱来学习，咱安怎来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所以牧师，来和大家做伙来做伙来看这段的，搁一摆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吼。咱拄仔所看的意思，咱看一生拢非常专心。然后咱拄仔读到第二段的圣经，是记载伫新约，保罗写互伊的学生，伊嘛是伊非常好的同工。提摩太，牧师头前有一段圣经，袂记你藏入去。伊讲，这是你对你细汉就了解明白的圣经。这本册，互你有智慧，互你借着你信耶稣基督会当得救的迄本册。全部的圣经是对上帝的灵所写的，对着教导真理、督责、指正过错、指示人生的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保罗甲提摩太讲。这个册是对你细汉的时阵，你就明白啦。
可能有兄弟姊妹会讲啊，我无一定细汉就伫教会啊，我可能是已经真做成年，我才来受洗，我才认捌这个信仰啊。我毋是对细汉就认捌这个圣经啊，这个圣经写讲对细汉，但是无需要讲。这个对细汉的意思是，当咱开始读圣经的时，当咱认捌这个信仰的时，这是咱生命中的细汉，咱属灵生命的细汉。但是当咱在细汉的时，咱就开始认捌这个信仰，咱就发现这个圣经带予咱智慧，这个圣经带予咱人生的方向，这个圣经的话语带予咱生命会当改变更新的机会。所以牧师有3个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。第一项，当咱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的时，无论亲像以斯拉伊一生专心研究，还是提摩太伊对细汉就专心在看了解这本圣经上帝的话语，拢互咱会当做伙来想。第一项拄仔提摩太的前书有卡到，伊讲这本册是互你智慧，引带你会当信耶稣基督得到拯救的迄本册。所以这本册上帝话语的大能带互咱啥？带着咱，互咱得到生命真实的智慧，互咱明白什么叫做救恩。伊带互咱真实的智慧，互咱知什么才是救恩。世间有侪无共款的册，世间有无共款的学问，但是咱看见圣经，互咱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证明。伊毋但互咱得到知识，上重要是互咱智慧。互咱会当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咱人生应该爱行的道路，搁较重要是互咱明白救恩。一般咱看到世间的学问，可能是要救家己，因为互家己搁较有学问，会当伫这个世界，伫人当中，会当和别人无啥共款，因为你认捌搁较济。但是伫圣经内面的话语，毋是知识尔，伊是智慧。互咱会当得救，毋是救家己，是透过耶稣基督伊的救恩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拯救，毋是透着家己的困难。然后咱看见提摩太后书第2段的经文，伊嘛讲，因为这本圣经是受到上帝圣神感动，对着教导真理，会当指责错误。第2项牧师要分享的是，透过读圣经，咱的生命会当有真实真理的教导，调整咱的眼光。当咱一出世的时阵，咱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。当咱出世的时阵，咱可能受到咱家庭的影响，直到咱在看代志，直到咱的想法，拢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，拢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、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。但是圣经互咱一个新的道路，伊有真理的教导，伊有真理的教导。互咱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，有新的眼光看咱四周围的人，有新的眼光去看咱家己，也有新的眼光去看到这位疼咱的上帝。第3项，伫提摩太前书伊嘛讲到，这本圣经伊毋但互咱调整眼光，会当改变看见咱的错误，伊嘛指示咱人生有行伫正路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利益。咱看见圣经上帝的话语，毋但互咱得到智慧，互咱会当调整眼光，搁较重要，调整眼光就是爱互咱的生命，互咱人生的道路真正行到一条正路，互咱真正行到一条正路。所以，当咱每一届在读经的时阵，当咱每一届会当到伫上帝面前来看伊的话语、听伊的话语的时，当咱会当专心伊的面前来互咱了解这本册圣经上帝的话语，毋但是话尔，毋但是文字尔，伊是有气力的，伊是有气力的。这个气力是带互咱生命的气力，会当互咱有智慧、认捌救恩。互咱真正认捌着真理，毋是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毋是对这个世界的文化，互咱调整一个新的眼光，互咱人生会当行伫正路。有一个故事，安尼讲，
有一天有一个青面的人，伊到伫伊的一个好朋友因兜，然后因伫遐食暗顿，非常欢喜。但是当食暗顿结束的时阵，已经非常暗，天色非常暗啊。所以伊这个好朋友就甲这个青面的人讲：我借你一个手电筒，我借你一个手电筒，因为外口足暗的，看袂着路。啊，但这个青面足生气啊！你借我手电筒，我着看无啊！你借我手电筒要创啥？伊非常生气。但是这个主人甲讲：我借你，我互你光，毋是要互你看。伊讲我知你看袂着，但是我互你光是要防止别人弄着你，是要防止别人可能会无小心无看着你。这个故事其实甲咱讲一项代志：当一个人可能伫黑暗、伫看袂着已经惯势的时阵，伊对光、对别人的提醒，可能就会感觉非常的生气，甚至认为无重要。当一人已经习惯伫家己的价值，当一人若是习惯伫家己的想法，一人若习惯伫家己已经行伫黑暗中，拢无发现的时阵，伊会对上帝的话、对别人的提醒，可能感觉哪会是安尼？哪会是安尼对我讲话？所以上帝话搁一摆帮咱，互咱有一个新的亮光，互咱看见咱生命中的黑暗，互咱看见咱生命中爱改变的所在，行伫伊的正路。所以，咱每一摆在读圣经的话，每一摆听伫上帝话语的时，咱嘛拢爱向上帝来祈祷，咱会当向上帝来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，咱向上帝来祈祷，讲上帝啊，透过我研究你的话语，透过我看你的话语，求你来指教，求你来指导我。第二祈祷，你嘛继续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毋若是指导我，你嘛引带我。毋若只是改正，毋是只有互我看见，你嘛继续引带我。当咱每一摆研究上帝话语、读上帝话语的时，咱拢会当安尼甲上帝祈祷：主啊，求你教导我；主啊，求你引带我。所以，咱的生命拢需要有一个新的亮光，就是上帝话带伫咱的头前。毋知大家敢有伫真正足暗的路，还是伫真正足暗的所在行路过？我和吴师娘结婚的时阵，阮迄个蜜月旅行，阮到伫冰岛。然后阮到伫冰岛的时阵，阮选择阮家己开车，然后阮踅冰岛踅一日。有一天，阮到伫一个所在，结果伫迄个所在游览伤久啊，我爱紧赶到后一个所在，到暗时大个。但是冰岛迄个所在，伊是一个样啊比人搁较济的国家，所以路拢无啥物人。然后冰岛迄个所在，伊的道路拢非常的宽。然后阮伫赛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搁拄好搁落雪。然后赛到一半，遐个所在嘛拢无路灯，完全无路灯。所以当我伫赛车的时阵，涂骹会滚，我手嘛一直搓。我唯一会当倚靠的，只有我头前迄个细的我的车灯，因为迄时阵搁伫落雪，看出去迄个视线毋是足好的，看袂到，所以无顺利规路一直咧祈祷。我非常专心，无顺伊规路祈祷。所以迄个互我一个经验，有时阵咱着需要一个小小的灯，虽讲真正可能无法度看到头前足远的道路，可能无法度看到全部，但是伫迄个细细的电火、细细的光，悠然一步一步来进前，行紧、行慢，总有一天会到。但是上惊的是永远徛咧，拢无爱进前。上帝的光、上帝话语放伫遮，但是咱敢愿意进前？我看这两个图片，
即个较圆的这边，即个较圆的图片，是过去以色列人因暗时爱点电火，咱看圣经上讲伊爱点灯、油灯，就是即个油灯。但是倒边另外一个即个较长的即个就是啥？圣经在讲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以色列人因暗时爱出门的时阵，共款嘛无路灯，但是因会将即个灯绑伫因的脚，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了解哇，什么叫做脚前的灯？因将迄个灯绑伫因的脚前，虽然迄个灯，迄个蜡烛毋是足大，但是当因行一步的时阵，伊就看见行迄步有光，行迄步会拄着啥物代志。但是当伊行的时阵有光，伊就搁较稳定、搁较坚定，继续行落去。所以咱看见这个经文，嘛咧甲咱讲。你的话是引带我，你的话引带我的道路。你的话是我生命路上的光。可能迄个光毋是足大的大光，毋是互咱直接就看到，可能是非常细的光。但是当咱一步一步行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上帝的光伫咱的生命不断地带领咱。19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宗教家，嘛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讲道者，叫司布真。伊讲啊一句话，伊对这句圣经伊有伊家己的一个解说。伊讲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。伊讲咱拢是这个世界，伫遮旅行，常常咱互上帝呼召可能到伫一个黑暗的所在，互咱无伫这个真理的亮光来，互咱家己来冒险，跌到跋倒。每一个人拢应该来非常明白，而且惯势来使用上帝的话语，然后会当看见道路，体验其中的滋味。当黑暗四周围围绕伫咱的四周围时，上帝话才会亲像伫小的火一样，显明咱头前的道路。有时阵咱的生命，咱伫这个世界，可能真正会拄着亲像黑暗伫咱的四围。但是上帝话，当咱不断去操练、不断去明白、不断去研究、不断去发现，这个光伫咱的生命，真正是互黑暗包围的是。但是当咱骹步踏出去，你就发现这个细细的光，真做是一个大光，真做是你生命的帮站。所以第一，互咱做伙来学习的，就是专心来研究。专心来明白。第一项，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，毋单是专心来研究，毋单专心明白，嘛爱专心来遵守上帝的话语。咱嘛爱专心来遵守上帝的话语。伫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，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去迦南地进前，上帝甲约书亚安尼讲：这个律法一切毋通离开你的喙，你着爱暝日拢来思想。互你会当遵守实行这个册所写一切话，安尼你的道路会当行通，凡事顺利。咱看见上帝甲约书亚交代这项代志，我特别嘛用红字甲扣起来。伊讲毋通离开。上帝甲约书亚讲毋通离开，毋通离开啥？毋通离开你的喙，毋通离开你的心，暝日。拢爱去思想，互你会当遵行实行上帝的话，直到互你凡事行通顺利。所以透过这个经文，牧师嘛有3个会当含做伙来分享，安怎来遵行。第一个，就是咱的心、咱的喙无离开上帝的话，咱的心、咱的喙无离开上帝的话，藏伫咱的内心。藏伫咱的生命内面。第二项代志，就是暝日拢不断思想上帝的话，暝日拢不断来思想上帝的话。特别咱伫教会的时，特别咱伫教会会当参加自浸，咱有小组的时阵，咱搁较爱建立一个文化，就是时常用上帝的话，真做是咱的祝福。时常用上帝的话，真做是咱彼此的祝福，互咱的心，互咱的喙，拢无离开上帝的话语。暝日
嘛来思想。第三啊，就是互咱不断信靠上帝话语带来的大能，互咱不断去信靠上帝的大能。有时阵咱可能会讲，是啊，我拢真注意，我拢有专心研究，我嘛看起来我拢嘛有真专心伫遵守啊。但是为啥物我每一届在看上帝话语，还是在听的时阵，我拢无感动？为啥物我拢感觉这毋是咧对我讲话？为啥物我每一届是拢感觉这就是一个故事啊，这就是一个文字啊？咱知伫圣经内面，伫圣经内面有一个，伫圣经信仰内面有一个故事，伫信仰内面有一个池啊，伊叫做白石台的池，的水池，白石台的水池。迄个水池，伊迄个圣经的故事安尼描写，当迄个水震动的时阵，就代表有天使来，然后需要有人有破病到伫迄个水池内面，会当得到医好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届，上帝佫差派天使要到迄个水池，要去用，就迄个，互迄个水池的水会当震动。但迄个天使落去啊，结果伊转来，上帝甲讲：奇怪，这届哪会无人得到医治？上帝讲：奇怪，我派你落去啊，到迄个水池啊，你哪会无去将迄个水池做震动？这届哪会无人得到医治？这个天使转来，就甲上帝讲：因为水池内面无欠水。转来，这个天使甲上帝讲，因为这个水池内面拢无水，无人欠水，我无法度通震动。其实这个小小的比如的故事，在甲咱讲，为啥咱感觉无感动啊？是因为咱无将咱的内面无准备好，咱无真正将上帝话充满伫咱的内面。咱可能认为讲我着看足济啊，我啉足济啊，但是咱敢有真实准备好，当上帝话要进入伫咱的内心？对咱讲话时，咱敢有准备好？咱敢有亲像我迄个小小的故事讲，敢有欠水伫咱的生命内面？咱敢有将上帝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？直到上帝要对咱讲话时，上帝真正要震动咱的生命时，咱会当得到感动。所以，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安尼讲，咱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咱就知。咱真实的捌伊，咱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咱就知咱认捌伊。所以咱拄仔所读约书亚记最后，上帝嘛安尼甲约书亚安尼应允：当你的心、你的嘴拢无离开我的话，当你真正眠，你拢在思想我的话，当你真正将这个话放伫你的心，成做你生命中唯一的倚靠时，我就来帮助你的生命。我着来赐予你的生命，互你一生的道路拢行通、拢顺利。所以第一部书和大家分享是爱专心去遵守上帝的话语，透过不断去思想，透过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心，咱来认捌上帝话语的大能。最后，牧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，就是专心活出上帝话语。咱拄仔透过一开始讲的意思啦，伊是讲伊专心研究，伊专心遵守实行。但是第三项，伊是讲伊教导。但是牧师要讲教导，毋是只有讲尔，讲诚重要。但是上好的教导是透过生命活出上帝的话语，毋若只有嘴讲用教导尔，是活出上帝的话语。伫雅各书第1章23到24节，伊就讲，迄个听道的，但是无去实行的，就亲像一人在照镜，看到家己的面，但是看一下啊，然后行开，伊就袂记得家己的模样啊。伊讲听道理的，但是无去实行的，只有听，诚做是知识，诚做是敢若着看到一个故事尔，但是要去实行的。就亲像看在照镜一样，照镜照了后离开，就阁袂记啊。
所以上帝的话其实因嘛亲像一面的镜，上帝话亲像一面的镜，伊会当照出咱生命的本性，会当照出咱生命的真实的模样，互咱有改变的机会。当咱照镜时，咱一定是看咱的衫敢有穿好，一定看咱的面敢有物件，无可能讲你看你照镜看到面才有饭了，你无摕落来搁行开嘛？你袂到镜的面前看到衫无穿好，你无可能就搁离开嘛？一定会将你的衫整理好，然后才离开迄个镜。伊互咱有一个改变的机会，伊互咱有一个当转变的机会，但是嘛，在伫咱敢愿意转变啊？镜放伫遐，咱照啊，但是咱敢有愿意去调整？上大的问题是，有时阵咱可能认为讲我了解真济啊。上大的问题是，咱认为咱已经了解真济啊，却袂记哩这无真实经历着伫咱的生命，却袂记哩上帝话的大能真实经历伫咱的生命内面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嘛讲，当咱众人将咱的面会当看见主的阳光的时，就亲像镜照伫咱的身上，咱就变做是亲像主的模样，阳光加上阳光，就亲像为主的圣神所改变更新的。所以咱知上帝话语毋是要满足咱的需要尔。有人读圣经里，哇，这上帝内底拢是祝福的话，内底拢是我拢是充满祝福的，拢是帮助我，拢找好的就好啊。但是上帝话毋是互咱得到心安尔，上帝毋是互咱只有找到一个宗教的平安尔。上帝话是要转化咱的生命，上帝话语的大能是要互咱会当满足上帝的需要，互咱会当活出伊的心意。上帝的话是要互咱活出伊的心意，满足伊的心意，毋是互咱家己的需要尔。所以最后伫提摩太经书3章17节，伊嘛讲，伊最后就讲，爱互侍奉上帝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会当来做各样好佮水的工作。透过上帝的话，互咱会当得到充分的准备，互咱生命得到充分的准备，更新改变，会当去做上帝所欢喜、上帝所喜爱的代志。所以，无需要讲，敬拜也是礼拜，其实就是咱的生活。咱的生活其实嘛是一场的礼拜，也是一场的敬拜。为虾米安尼讲？无需要讲，一场的敬拜上重要的中心是啥？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其实咱每一天，毋是只有主日礼拜，只叫礼拜尔，毋是只有只较叫做爱敬拜。咱逐日拢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。但是敬拜的生活上中心是啥？就是上帝的话语啊。所以，互上帝的话语真做是咱生活的方式，互咱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的话，互咱生活用上帝的话，就真做是咱生活的方式。互咱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的话。所以牧师嘛，最后要搁一摆鼓励，毋若是咱伫主日的时阵，咱只有这2点钟，还是1点半钟的时阵，伫遮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伫你平常时，你犹原嘛应该爱安尼做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伫咱教会，咱看见其实这几啊档咱拢有推行读经的运动。无论是1档读经，还是2档读经，牧师拢真鼓励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也是你有家己读经的计划，你有家己咧读上帝话语的计划。有时阵可能一人会感觉啊，读了无趣味，还是读的就无动力。你会当找你的好朋友，你通找你边仔遐姊妹做伙来读。亲像这个社青基地牧区，因就有成立一个群组，因就做伙，逐工因拢回报进度，讲我有读，我有读，我有读。然后看到有人有读，我无读，因就会紧赶起来，讲我嘛爱读。有时阵咱需要大家互相提醒，大家互相来扶持。所以第一项无需要嘛，甲大家鼓励，继续有灵修的生活。无论你是教会的进度，
也是照你家己的进度，你拢永远爱和上帝话爱有密切的连结。第二个，你嘛通透过去背圣经，透过背圣经，咱教会每一档嘛拢有12句的圣经，咱到伫年底咱嘛会验收。当然，圣经话毋若是12句尔，有非常多，但是你通透过背圣经的话语，真做是你生命中上大的帮助，真正将上帝话藏伫你的心内。然后你嘛通第三项，牧师嘛鼓励大家，咱伫教会嘛不断这几档在推行抄写圣经的活动，特别是咱的双年团契，牧师在双年团契有几个兄弟姊妹，毋若抄一本尔，阁抄几六本。当然，这毋是一个比赛，这毋是讲我抄非常多，代表我非常灵啊，毋是，是透过在抄写，透过这个在写的过程嘛，阁一摆思考，阁一摆想上帝话语对我生命的重要。所以牧师阁一摆邀请也鼓励，互咱知敬拜毋是只有停留伫遮，上帝话语嘛毋是只有停留伫遮，才有听到尔。敬拜就是咱的生活，礼拜就是咱的生活。生活也是礼拜，生活也是敬拜，所以，互上帝话真做是咱生命生活的方式，也互咱的生命活出上帝话。愿上帝赐予咱，互咱每一摆，无论透过主日礼拜，透过咱个人的灵修，透过每一摆会当亲近上帝话语的时阵，拢感受到上帝的大快乐，带互咱生命的改变甲更新。这是咱要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，圣诗195首，圣诗195首。这条诗歌是我的心是土地。咱嘛透过这条回应的诗歌，